唔少市民都會趁住新春假期到最近先至對外開放嘅鄭家大屋同埋科學館參觀。陳麗靜去睇過。修復近9年嘅鄭家大屋，近期終於重新對外開放，有市民同旅客趁住新春假期專程前往參觀。佢哋對翻新後嘅鄭家大屋有乜嘢感受呢？有個新廁所去咯，因為以前未見過咯。哦，上次以前細個去都冇咯。我哋係姓鄭啊嘛，所以走嚟睇下咯，特登走嚟睇下。唔算係後人，不過同姓啊嘛。因為咧，我見到入邊係咪後花園有個水井？因為以前我哋住嗰度咧，隔離左右都有水井嘅。我諗翻以前咧細個咁啊，屋企人即係屋企冇水咧，我阿爸阿媽都會走落去攞水咁樣咯，係啊，即係有啲童年嘅回憶啊咁樣。都好凍喎。係啊，好凍啊！但係都即係冇話影響你過嚟參觀嘅。冇影響，因為佢有佢嘅吸引力嘛。既然文化遺產唔適合大家口味，另一個新地標科學館，大家可能都有興趣。唔少市民一家大細到科學館，親子一齊玩遊戲，認識科技。家長同埋小朋友嘅評價又係點樣？你想教育仔睇到啲咩？新奇，即係書本學唔到嘅嘢咯。有冇話一啲即係睇完一啲展品之後咧，會即係刺激到你一啲諗法咁啊？第日有冇話想做相關嘅？大個想做翻個機械人出嚟咯。科學館表示，年初一同年初二嘅參觀人數已經係平日接待人次嘅3倍，單係年初二參觀人次已經有3300人，創開館以嚟嘅新高。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道。